台东县哦，小人所发生有树仔红毒死，顶个月有一桩超过30档以上的台湾可能菇红毒死。这个月初哦，又有7桩大约30岁的树仔红软空灌毒打冷气，公所已经报案，麻烦警方会当赶紧找到凶手。关山镇图书馆外口路边的雨伞树，这个间有民众发现讲，树根去用钻空灌不明液体，叶仔规个落了了，嘛已经死去。 而且毋那一丛尔，附近的行道树计共有7丛，拢互用同款的树路偷死。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才知道说，它叶子掉光了，我们才知道它死掉，就真的很讶异。顶个月关山镇才发现一丛30年以上路边的台湾可能菇去用钻空灌毒偷死，今嘛佫发现这7丛雨伞树嘛互下毒。关山镇公所原本按算要家己调查，毋过今嘛遐尔侪丛树仔互偷死，代志真严重。 所以，镇公所正式向关山分局报案。本分局依规定受理关山镇公所报案，目前已调阅案发地点周边监视器，过滤可疑人车。一定要继续要去遏制这一种我们讲不对的行为。行道树我们应该是要让它移植到适合它的地方才对。关山分局表示，吊监视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就会以毁损公务罪来移送法办，会有5年以下的刑责。 另外，台东县政府行道树管理自治条例以征收土地农林作物补偿费查估基准，亲像这种树身超过35公分宽的雨伞树，去用偷死一丛都要赔18700块，也若7丛拢总要赔13万900块。呼吁民众毋通阁有这种甲树仔偷死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树林地。